你睇下呢兩個樣，你覺得邊個更加有吸引力呢？幾乎所有人都會覺得右邊呢個版本咧係更加迷人嘅喎。但係有趣係，好多人又講唔出兩個有咩分別呢？但係實際上呢位真實嘅客戶咧，我哋係幫佢做咗差唔多10項嘅微調整啊，而每一個調整後面都係基於美學文獻嘅支持。嗱，我哋成日講蛻變啦，好多人都會誤解咗，以為一定要隆鼻啊、整容啊，一個好大嘅改造。但係其實就係因為呢啲微調整，就係你同出眾之間嘅距離啊。我哋 PG 係美容科技行業咧已經做咗30幾年噶啦，係全國第3大個人護理電器工廠，行業標準制定者之一，亦都係香港醫護業界推薦嘅品牌。PG 幫咗好多嘅客戶從咁樣樣變咗做咁樣樣。我哋一直以嚟都幫助日本啦、歐美啦頂尖嘅品牌去做產品。日本嘅市場咧對品質嘅要求係相當之高嘅，檢查人員咧係會戴住手套啦，用10倍嘅放大鏡去睇我哋嘅產品細節。到而家咧，我哋都依然係堅持用食品級別嘅生產環境，每一個產品咧都係過百嘅製造流程，100% 全人手檢測嘅，希望係每一件產品交到喺客戶手上咧係安全可靠嘅。我哋嘅團隊入邊除咗有頂尖嘅研究人員之外，亦都有世衛組織註冊嘅醫師同埋哈佛醫學教授嘅參與。而我創辦人李浩，我會把團隊研究嘅成果製作成優質嘅影片內容，同時我要直接面對消費者，你哋嘅留言啦、DM 啦、使用後嘅一啲反饋咧，我都會親自去睇，了解你哋第一線真正遇到嘅一啲問題。我嘅目標咧係建立一個令香港人都覺得自豪嘅國際品牌，幫助更加多人發掘自己嘅美貌潛能。如果你都想做一次真正嘅蛻變嘅話咧，不妨留言 PG 啊，我會發一份美學自測指南俾你，但係記得 follow 我哋喎，如果唔係就會喺陌生信息嗰度 miss 咗我哋重要嘅資訊。